今日為大家介紹位於大角咀海濤灣一個3房單位，實用面積635平方尺，整體設計以型格現代風為主。單位坐擁特大海景，客廳以保留整體景觀作為設計概念。首先，我哋喺梳化背面嘅牆身加入特色牆設計，採用皮革飾面拼接接近露台位置嘅鏡桿，視覺上拉長海景嘅反射。電視櫃背板採用紋理較為豐富嘅大理石紋岩板，兼備時尚現代嘅感覺，為空間增加層次感嘅對比。玄關入口兩邊嘅儲物櫃都採用咗中空同埋斜角嘅設計，以提升連貫性。鞋櫃嘅中空位再以鏡桿反射景觀，亦都可以方便戶主擺放日常小物。現代風格比較適合無主燈嘅設計，弧形燈槽可以為空間補充光源，又可以帶嚟柔和流暢嘅線條感。走廊拆走頭房部分嘅牆身，以入牆嘅飾櫃作為間隔，對住走廊擺放裝飾品，同時亦都係頭房衣帽間嘅衣櫃。主人房貫徹客廳嘅設計，喺唔同嘅位置加入燈帶補充光源，再利用儲物地台嘅設計增加收納。窗簾都採用咗電動路軌，提升整體嘅便利性。兩間浴室以紋路較為豐富嘅大理石紋瓷磚作為主調，營造統一而細緻嘅效果。今日就介紹到呢度，如果大家都中意呢個單位嘅設計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，下條片再見。